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28，旧历的正月28，礼拜一。今仔日是这个228 3天连假上尾一天。全台湾的天气拢真舒适，也毋过到拜三，阁要反冷咯。气象局讲，这礼拜有2波的冷空气，第一波是拜三的到位，北部是东半部，这个16度到20度，中南部是16度到28度。拜四拜五，北部温度小可回转来，到拜六，第2波的冷空气会过来，北部东北部14度到21度，沿海空旷地区有机会降到12度，中南部是15度到28度，这是真正的春天后无面，黏伊寒啊，黏伊热，真会去感到。咱的乡亲时代都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